会不会很紧张之类的？今天要考的是听力跟阅读。如果考 writing 写的部分写吗？跟 speaking 的话，我觉得 writing 是最难的。对。但是今天的话还好，因为只有2个。但是这次的话，我想知道我的中文就是怎么样，中文的 level 在哪里。Oh my god！ 我考的是 B level， 然后我的 listening 是 B 的最高，然后 reading 是 B 的中间 ，B2， 对 ，so happy。但是我觉得阅读比较难，因为如果你有一些字看不懂的话，没有办法找到对的 answer， 所以 Oh my god， 我就那边就我不知道哪一个是 OK， 花了很多时间一个问题上面嘛，就是一直念，因为有一些汉字看不懂，然后就花很多时间。最后一个10个问题吧，就猜一下，猜，因为没有时间了。对啊，人家说 OK， 对，但是我还不错，一个很好的经验。我觉得如果以后考的话，考得更好。OK guys， 我们刚刚到奇美，外面有一点热，但是我觉得很开心。我现在很开心，因为很想来这边，但是之前没有什么机会。但是这次的话，我们就是考完，然后到奇美，哇 ，that kills 2 birds by 1 stone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外面的这个 atmosphere 跟英国的，我就是觉得我在英国，现在就是 like feeling it's really good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进去里面了，但是怕里面不可以拍影片，所以这次的时候跟你们分享我的心得啊。好，我们进去。进去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，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话，没有办法进去了，所以我们看外面就好了。好美丽哦！如果你们机会的话，可以来这边 make like picnic 也可以，我觉得很好。现在要去吃饭啦，耶！我觉得今天的地方全部有飞机。其实我吃饱了，它的 cheese 酸酸的，我觉得。然后我们蒙古有这样的 dairy products like made by milk， 很特别。直播频道，还有鸡翅。吃吗？这个好像跟 donut 很像。那我们吃台南的牛肉饭，
耶！哦，牛肉的，饭也有，牛肉汤。甜的汤，好喝，我觉得看起来很好吃。我先吃吧。哇，好特别啊！哇哦，风景嘛，夜景很好。我看，我觉得下面的这个。Are you kidding? Are you kidding? 这个是那儿文吗？哇，怎么会这样的？好厉害！像在海上。哦，有一点恐怕。